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啊软。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饮一杯来。来。周大嫂，可惜今日无来啊。OK 啊，当你就知影讲我的赌场遐尔啊无用，以免啊我大人搁走离开遐啦。啊，当我来，毋是会当代表，对无？莫甲想遐尔啊多啦。咱空空的拢过嘛是家己，吼。来，我跟。大嫂，我就昨无注意甲你看，即阵我看者较详细，才知讲大嫂你愈来愈细。周大爷，啊你昨请阮遮尔澎湃的酒菜，今仔日换阮回请你，这是应该啊。你看，这款酒有哪是浸足久、足补的酒哦。真是的，多谢你。这啦，啉啦，这个啦。OK 啊，我应该用爱还你一杯酒。安怎讲？你煞袂记？昨日伫我赌场遐跋筊时啊，你竟然会输一寡遐查某人，安尼是毋是甲咱查甫人面子拢写了了？确实是爱闹气，实在斗气啦！查某竟然跋输查某的，来了，我甲你换一杯啦。OK 啊，还佫有一点，我看你太太哦，对你遐尔啊好，又佫遐尔啊恩爱，你是毋是爱敬阮兄嫂人也一杯？哦，你讲这真对啦！好，我敬你一杯啦。你今仔我啉袂少啊，来一杯，我敬你两个阿某，明年哦看会当生一个后生的。哦，这句话哦，我等足久啊，我足爱听了。来，对了，我干一杯来。无亏。江老师，真歹势，煞去互江大爷安尼酒醉。江老师，这杯我敬你。啊，阮无亏已经酒醉啊，咱两个谈遮啉，这。江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江大爷伫遮，咱等遮啉无意思是？也无。我请你过来去一遍，好无？来，请。请。江老师，我敬你。我也袂晓啉酒啊，拄则我已经啉几落杯啊呢。江老师，我是诚心诚意要敬你，希望你会当把我接受。大嫂，这杯酒你若是有甲我啉落去，我实在真伤心。周大爷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啉酒假毋好，啉酒了后会乱性呢。
哈哈，是讲大嫂，你今仔来请我来，这是要食饭的。是讲你搁灌这个酒互我啉，安尼你毋是明明要害我？好啦好啦，不管是你害我，还是我害你，咱两个将这杯酒啉啊完。爱留一半。哎呀，我啉酒会起酒毛，规身躯一直烧起来呢。安尼啊？我嘛足热的。江老师，来，我给你。江老师，安尼有感觉较凉？有啦。哎呀，我啉酒会起酒毛，规身躯一直烧起来，手嘛一直烧。我看卖。周大爷，你哪会用安尼啦？我看着你皮肤遐尔白，佮遐尔水，你互我的感觉。你。过来，你是安怎？是毋是我拄则的态度？毋是，我无咧甲你生气。你看到我只是表面而已，其实我的内心甲我的身躯拢总是相反。你的身躯有伤害。这就是妖孽。其实，我还在红在外口，下死命碰家鬼，也毋过，根本伊都袂。所以，伊每工都是虐待我、拍我、骂我。我毋知讲你遐尔苦，真相是毋是会真？当然嘛是会听。咱过来去辩证。阿是啊上高路，用嘴水，好话是讲到一大堆啊的，也无客啊欢喜，我伫坐大位。唔知影地方哦，上客开啊的，阿是啊贪着玉兰啊水，可比花蕊是长地开，木客啊拍地地酒醉，因某红杏哦，煞来出场有伊。用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黄。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一条狗男女，你爱我去陪原来就是要方便你去诱拐伊的某。真啊是，你真卑鄙！我安尼对你，你既然敢安尼对待我，好，咱大家试看卖。会错，啊，你想对倒去，这拢过是误会嘛。
什么误会？是安怎？你去干部溪厝食饭，食到这样晚才转来，而且无要互我去，你讲啊？就等你想对倒去啦。等我会去找两个某开讲，会安尼甲因铺铺搭搭，这当然嘛是我的用意啊。你免来去听真多个，免甲我骗。叫做，你敢知讲我对干部溪啊？伊对迄话中我会当听出讲，伊为着要娶这个某，是互伊某摕偌济钱，你知？那遐个钱呢？遐钱当然嘛是伫伊某的手内啊。所以，我即摆准备要一箭双雕。一箭双雕，什么意思？真简单啊！我准备要将因两人手内遐钱，拢总甲伊骗来。你讲这个话，敢是事实？我就也是一向讲话拢毋捌事实，也毋过我对你哦是绝对毋敢骗出。真实的，希望你讲的话是真实的，若无，大家再试看卖。有够衰啊！一领衫咧，听个破鼓鼓。足歹势啦，拢是为着我，才害你衫去用扭破。那我也无咧怪你啊。你看嘛，看我即摆热闹。啊，要变天啊啦！若要落雨吼，我这个皮拢穿在。歹势啦，拢是我啦。来，你看，飞跳一个，飞跳一个，飞跳一个。晕倒诶！你哦，举针敢若举低头，安尼拨过来，敢若会穿？我看啦，我甲你拨啦。安尼，根本都开球，你安怎穿啦？我甲你拨啦。歹势呢？啊，咱第一摆见面的时候，你就甲我斗阵看。即摆佫麻烦你甲我换衫，小姐你啊。啊，你是咧讲啥物啦？你安尼讲，我佫较歹势。你帮助阮母仔囝都较济咧，我一世人，现在有法度通我报答你无？通你补3箍，这算是小可代啊。哎，那你毋通安尼讲，会甲恁母仔囝熟悉吼，这算是缘分。哎，阮安尼啊啦，敢若直直比我娶某啦。啊是讲吼，我家己也贪心啦，想讲要加趁一寡钱，暗时走来台湾。啊若无，我若伫长山，就无这个代志发生啊。我毋是捌甲你讲过，当我若是报仇了后，我会甲你做一个女人，找一个某甲你娶。有影，哎，啊像你遐水的无？日头都落山吼，啊咱我话天气去遮尔热，就甲头壳无讲先。哎，啊是讲吼，迄个树也是，但可能无伫府城呢。受伤的特性，就是讲你走到天边海角，我还要甲伊找。你来找我，啊若怎样找着吼，你会安怎处理哈？真的，你是望叫我去杀人呢？阮阿娘高交代哦，杀人是犯法的，杀人一定要开头呢。阿斗，你看你落行，遐尼软正，敢有想要杀人是无？袂啦，报仇我会家己来啦。好。
你安尼我就较放心。你是毋是用讲我用一个？你若用，去甲我找看卖，找看迄个，甲我身做真共面迄个查某囡仔住伫倒位？好。蚂蚱。哇，阿婆的小蚂蚱，蚂蚱，阿婆的小蚂蚱哦，蚂蚱。咱去啊，咱去啊，要买蚂蚱无？若无好食哦，免钱的哦，真的哦，真的，蚂蚱啊，买，咱去啊，买一个啦，真足好食啊，我不骗你哦，若无好食免钱的啊，好无？蚂蚱真是好食，对啊，迄当然的咯。无食免钱，免钱，摕2粒哦，好，小等。2粒。我讲，较早转去，即摆吼，才讲出代志。你真啰嗦呢。无啦，我即摆是咧讲阮阿娘讲的话啦。好，真到位。哪人？哎，会晓人。讲，钱藏在倒？钱啊，钱伫袋仔内底啊。我乖乖头啊。救人！这是你家提死，莫怪我。鬼啊！鬼！但你咧笑的啊？迄鬼，莫怪哦，人咧讲吼，歹代志唔通做啦。哦，我惊到要死。我被你蚂蚱。是你哦，我惊一个。但我顶下毋是甲你讲过啊？迄遐尼晚吼，你若要出来吼，一定要有大。对，要有大人哦，带出门。对啦，我阿婆的肉粽有好食无？普通啦，好10粒。啊，普通，搁买10粒无？哦，若好食，毋着规篮拢卖了了。阿公啊，我昨晚食伤济，后摆就会胃，你知无？买5粒就好啦，吼。肉粽互阮5粒。哇，遐尼水啊！这敢是因阿娘？是啦，我是伊的阿娘。好，我都无出声，你若知影我心内咧想啥？倒位找解脱秘方？雨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肉粽互阮5粒。哇，遐尼水哦！这敢是因阿娘？是啦，我是伊的阿娘。好，我都无出声，你若知影我心内咧想啥？咱买5粒吼。来，这摕肉粽互你，5粒吼。公啊，肉粽是好食，毋过若食伤济吼，会碍胃，知影无？嘿明仔你买较少咧。对，若要食吼，明仔早些就买，好。这钱互你。多谢。是讲，阮囡仔讲，伊昨日才甲你买肉粽，有甲一个细汉的查某囡仔伫遐抢肉粽，毋知影你是毋是甲伊有相捌？迄个查某囡仔住伫倒位？我无熟悉呢，而且吼，伊也毋是阮庄仔内底的人，歹势啦。不要紧啦，阿公，咱来转
只是个真冤枉。你放你开我，你的笑容也靠我饭啊，拢是予人害死。小奶奶，你到后面看伊讲，到底是啥物人甲你害死？我来去替你报仇。阮规家世界安尼凄惨，你一定要找到真正的仇人，替阮报仇。小奶奶，你甲你妈讲谁甲你害死？我来去报官府，替你报仇。吼！你放啊！阮一家死甲遮尔可怜，也阁有阿饭啊安尼细，着死去对我世界流浪日的做无份啊！小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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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，你等我啦，我来替你报仇啊！小奶奶，你做完了，小奶奶你等我，小奶奶你别走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小奶奶，小奶奶，你芳的啊？阿婆，芳的啊？阿婆，啊你又搁咧学白梦啊？又搁咧含面啊是？啊？你安尼哦，一阴暗就学白梦，含面发甲大细声，这日子若久哦，我惊你的。阿婆，我哪有咧迷茫啊？我无啦。佮讲无，你毋通想讲阿婆目睭青暝无看，逐项拢毋知。我哪有啦？但我忘记的，是一个足好足好的梦。我忘记我想要见的人，伊甲我讲话，叫我的手，伊甲我讲话，伊同款，嘛是遐尔啊水，搁遐尔啊快乐。我真正，我足欢喜，我足欢喜的。可怜，到底是恁什么人，受什么冤枉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我倒来啊！啊，阿我倒来啊！阿鹏会转来，我来开门。阿鹏诶，你转来啊？你讲，别，我家起来，坐下。啊，今仔肉粽有卖完无？当然的哦。你当时看我阿胖啊，出去卖肉粽，拢无卖互完的。毋是我阿胖啊，你碰碰呢？碰风水加太无吧？你这个性哦，爱改。啊对哦，母啊，啊遐晚你也袂困啊？啊，厝内面就一个若困就安尼乌白梦含面发甲大细声，啊一个是半暝后还袂倒转来，安尼是要叫我安怎困？你爸，你搁梦到恁小奶奶啊？无啦，你免烦恼我，是阿婆哦，今日去互鬼掠去。微芳啊，这个话是袂用随便讲的哦。哦，母啊，迄哪有啥物关系啦？若是吼，会当拄到一个足水的查某鬼哦。叫你唔通讲，你搁再讲。哎呦，食甲大人大种啊，安尼哦，好歹话都袂晓分，一支喙安尼糊蕊对。莫紧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无论是大鬼、小鬼、好鬼、歹鬼、查甫鬼、查某鬼，若听到母啊你的名，惊得嘛拢皮皮喘，甲对恁囝要安怎，对无吼，母啊？你若要碰碰你家己，莫牵对我遮来。对啦，碰的啊，啊你永暗有搁去撞着迄两个囡仔？啊，对，拄到迄查某的，啊，佫因安尼啊，哦，生了足水的，亲像吼仙女要共款的。叫你莫讲，你搁讲。哦，就是安尼哦，难怪你今仔日会特别欢喜。就算哦，伊是鬼啊哦。莫讲。
那刀子啊！唔相信，你看。无这款代志啦，绝对吼，无这款代志啦。这是昨昏对你的钱袋啊摕出来。哎呦，母啊！啊，你的意思唔讲我去拄到拉刀子啊，去拄到鬼啊？母啊，莫搁吓我啦！但少人唔知吼，你有一个功夫阴阳手法足高明的呢，会当甲钱吼变做树叶啊，树叶啊吼，搁变做钱呢。啊，对你来讲啊，太简单了啦。我安尼讲，你也阁是唔相信。顶啊，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？隔壁庄迄个屈元月，请道士伫咧掠蓝豆子啊。听讲蓝豆子啊，身躯边阁带一个囡仔，所以我讲，你当着迄就是囡仔鬼。鬼，鬼有遐古吹的？母啊，我看你哦，超过你无啊，超过你无啊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你爸会过来看你，我哪会加看你一遍？我的心肝头会加痛苦，我的心会非常啥，把我当作小妹弟来看待。我都恨我家己，我啥那无法度通替你洗清冤屈，小奶奶。小奶奶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小奶奶，自从你离开我了后，我感觉是阿胖会甲因安尼收留我，互我住你的引导，因安尼照顾我。小奶奶，我今仔日来这最主要要问你的是，洪阳伯伊怀疑讲。阿胖的当地那道这，是不是你甲阿胖啊？小奶奶，你若是会当遐宁，你啥那袂甲咪胖的见面？你啥那袂甲咪胖的讲？是到底什么人害死明通少爷甲阿胖啊？又讲什么人逼你行绝路的？小奶奶，你甲咪胖的讲啊？是到底什么人害你的啦？小奶奶。好，阿弟，这支，这支啦，这支哦，四万无代志哦。搁放，放你放你给啊。啊。你有看出来是无？嘿，迄恁兜大的，你哪会讲唔知影？我规暗晡叫警察啦，看这叫我就看到无影到，我要来才大走倒。是嘛？规人拢看着，我看无到人，一走伊倒死。你免紧张，你叫我阿写规家有够来，满天遍地哦，无人知影的。甲伊若咱啊你，得受伊爱，食了知空哦，安尼定定来啊的，
这款的做事不应该，歹心独行甲人害。人讲江山可以理，也成难解，唔通有伊较实在哩。阿是，我足惊呢。当你在惊啥？我毋是已经来啊。阿是，人足无简单，才等无开会厝外去。啊你，我是安怎？所以你无了解我的。我这个人一向就是讲全心全意伫咧对待你。若要对我安怎想，我是无重要。对吧？假使你对我若真是无迄个感情，我嘛袂去勉强。毋是，阿是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误会我。我伫事业啊，嘛是想讲，我会当拄到一个真正疼惜我的人无？我刚都爱啉酒的液态，我嘛是想讲，看还阁有一点仔希望无？我体会到你受的委你敢真正会当了解我内心的痛苦？我逐工都爱啉酒，甲我当作狗共款，安尼伫咧拍，安尼伫咧骂。屈。原来的意思。伊根本都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是讲安尼你嫁回左右无囝，哪有什么意思？阿是，我毋是惊讲，咱两个偷来暗去，人知影。我是惊讲，咱的代志若互人知影了后，你会不爱治我。我听着袂有通好听，我哪有可能会去放肆？假使你对我若是袂相信，我就也是用咧等你面头前就做。唔免，我无爱你就做。杨哥，你无遐尼歹。唉，但你如果讲伊是要创啥，你是讲演术，我也毋是正式带伊做某，那是伊伫咧店外，一天到晚拢毋放。咱就莫莫阁讲伊啊，你放心，对即摆起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你。你两个人，你也输配哈。你今仔日爱将话讲好清楚，看你安怎对你家己解决。没错，啊，当我着安怎讲，你才会当定情。当我讲爱足清楚啊，我会对伊安尼，就是你到对木客啊同款意思。咱目的是要为伊的钱啊。敢敢若是安尼？好啦，就算是安尼啊，你也无必要去甲李玉兰讲，我毋是你正式娶的某。煞了你搁讲，我一直甲你高高甜，你才无法度甲我放煞。哼，好嘛，你做找伊，我着做杂工，看什么人较厉害。当你是咧讲啥啦？哈，无知讲安，我看你安尼飘飘哦。你嘛了解，我会安尼做，嘛是为着要互伊相信我。免讲啊好听啦，哼，我翘翘，我这戆人啊，你看我查某人好欺负啦，哼，但你也免欢喜啊，你也阮哪有人变耍的啦，我已经调查清楚，你有人名啊，根本就无半线财产，你毋就是存什么心哦？你讲啊！你着来，连我就也是你也敢甲我骗，林妹绝对要你好看。好好啊，你要假啊啦你，看你今仔日吼，要吼安怎做到我会相信你啊？
我一定要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做互你看。你要创啥？你创啥啦？哎呦，你安尼做，我以后要安怎啦？放手啦，放手啦！我敢若是讲，叫你莫甲伊斗阵，我爱你就抓啦。为了你，我啥物我都敢做。奉天在上，我当片在面前就座。假使我是来出卖，有一天我绝对袂好死。好啦，安尼你就相信我。倒位找解脱秘密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这三道汤吼，要要食白，生理定在。啊，叫这条啊，无倒啊。你是无生目睭晓？这什么所在？恁踮这哪摆摊？闪！忝就休困忝。喂，兄弟啊，哪安尼敢唔好？啊，边仔出来走跳的，小方便一下啦。你方便，我就无方便啦。啊，唔紧闪了。查某的，查某，这个是查某的。阮阿娘当然嘛是查某的，敢讲恁阿娘是查甫的啊？啊，你搞死囡仔你啊！阿乐，你来哇！阿乐，看你人真。啊！赢咧！啊，我摆我的路边摊，你开你的店，安怎是去反着你？哎呦，就我眼就对啊！当兵上，怕没当兵，当兵，哎，出去！走。怎？哪会要来当遮摆摊？这哦，这啊，就讲问，啊，你这交警对不对？啊，交警内底就三教九流介济，啊，喊啊啥嘛嘛真济，啊，出入的人就济啊咧。无毋对，我遮出入的人确实真多，也毋过因来是要跋筊，毋是要来看病。我就对，你就知影咧。啊，这狗若输就嫌下句啦，啊，若赢一个狗就起笑，啊，所以这种起笑的人啊，出来了什么疑难杂症特别多。我今仔拄啊想着患者特别多，拢叫来我医拄好。话唔好变讲，我遮跋筊是纯粹伫咧娱乐，心情若歹的人来跋了，心情就会轻松。无啦，我敢30咧，但恁咧跋筊啊，拢知咧啦，啊，拢专一寡两讲的，啊，三句顶两句拍就欠就讲就精啊，啊，若无断骹嘛断手，啊，若无断手嘛着伤，哎，毋是我咧臭屁咧，我看是要接骨啦，啊是要敲骹，哎，着伤倒伤我嘛真牛呢。是啊，所以啊，伫咧交警头前罗汉赛生理上了啊。啊，就对嘛，啊是讲头家啊，你若是讲毋拄好，有啥物病哦，啊你还好。小三呢？吼，听你伫咧讲话哦，医术啊，佮较高明。干嘛咧？阮阿娘意思甲讲话拢足高明的哦。对，伊的功夫搁较细哦。真有意思，真好。看起来我一间赌场的外口，也是需要人摆一担来看病啦。新杰，
以后我不准你找人麻烦。你有听到无？是大，你来。那呢，头家，你是等互阮家遮摆搭哦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